車啊！今日係3月27號啊，第6回啊，第3次第6回強制考試練習啊！好，要速度啊！幾彎速度？差唔多 OK。得噃。零油打燈零左零右，今日都係得我一個人練啊！如果幾彎速度？今日涼涼地嘅都贏，692都唔錯喎，幾順啊架車。提咗落一波，692都似乎唔容易死火，692都係選擇之一。好，而家喺速度，好啦，12米。有啲反應幾好，呢個位衝燈添，唔錯，692。好，又多架車可以選擇，692、6902、6905都係可以嘅選擇。好啦。打多個8字。